最後，耶穌達託庇於佢崇拜嘅神像那拉人。哦，那拉人，哦，至尊人嘅守神，請幫我綁起我個仔啦！呢個時候，至尊主聽見佢嘅祈求，Krishna 念及佢媽媽嘅苦勞，就容許佢綁住佢。佢嘅逍遙時光能量 Yogamaya 即刻擴大影響力，令至到耶穌達媽媽攞起頭上面嘅髮繩，輕易咁樣綁起 Krishna。條繩一直短咗2隻手指嘅意義何在呢？一隻手指係代表我哋自己努力收集愛心服務，第二隻手指係代表 Krishna 嘅恩慈。當 Krishna 睇見我哋一再真誠努力服務佢，佢嘅心會憐憫感動。呢個時候，藉住佢嘅無緣恩慈，佢就容許自己被奉獻者嘅大愛所束縛。第4章感情澎湃，耶穌達嘅疑慮。耶穌達媽媽綁起 Krishna 之後，就走咗入屋裏面繼續做家務。佢又再攪拌奶油，但係佢嘅心意經已離去。佢成日念掛住 Krishna，覺得有啲傷感。點解我要綁起佢呢？佢諗，我唔應該咁樣做，但係事實上，我咁樣做係啱㗎。若非係咁樣，佢或許會做出更頑皮嘅事。然後佢又覺得咁樣唔妥。佢係咁溫柔甜美，我卻係令到佢如斯痛苦。唔係，唔係俾佢，係叫我自己受盡痛苦。我叫自己嘅心受苦受難。我應該點做呢？ Krishna 係咁嬲，如果我解開佢條繩，我驚佢會喺 Braj 到處遊蕩，我將會無法控制佢嘅行為。而家最好都係將佢留喺嗰度。然而佢總係咁不安，一直從屋裏面睇住佢喺度做緊啲乜嘢。反對派。喺呢個期間，Krishna 嘅木偶同朋友正係喺度聚集喺埋一齊，同佢開玩笑。Krishna 見到佢哋笑，拍住手，亦都開始一齊笑。淚水混和埋佢臉上面乾咗嘅黑色眼膏，沾染到佢身前同埋腰間。Krishna 而家被氹到有啲開懷啦，忘記咗媽媽所做嘅事。啲男仔佢哋講：我哋點解唔為 Krishna 鬆綁，放開佢呢？ Krishna 好興奮咁講：好啊，好啊，我隻手冇辦法環抱整個研磨解開嗰條繩啊，你哋幫我鬆綁啦。佢所有朋友逐一嘗試，但係嗰個結咧係咁實噶，冇人能夠解開佢。然而，佢哋仍然逐一咁樣去嘗試，一個人失敗，另外一個人會講：哦，你冇辦法解開，但係我可以。講完就同失敗嘅人喺度角力，硬係要將個繩結攞過嚟自己去試。佢哋每個人都失敗咗好幾次，但係仍然堅持互相推開，再次嘗試。Krishna 有一個好有趣嘅朋友 Madhumango，特別堅決。你哋全部都虛有其表㗎，你哋全部都冇辦法，我卻係能夠幫佢鬆綁。佢挺身而上，解開眾人，自己嘗試，但係亦都無功而回。眾人就捧腹大笑，吵鬧叫囂之際，男仔佢哋諗，Baladev 如果喺度，唔使一陣間就可以解開 Krishna 啦，呢件事就可以完結啦，我哋就可以做其他嘢啦。呢個時候，Rohini 媽媽同埋 Baladev 嚟到。Baladev 睇到啲男仔佢哋同 Krishna 喺個花園裏面玩。當佢見到 Krishna 被捆綁喺個研磨上面，即刻非常之嬲。係邊個做嘅好事？佢講：我會懲罰佢。佢非常之嬲，眼都紅晒啦，手亦都好憤怒咁樣顫抖住。然後書包就行近佢，喺佢耳邊靜靜雞講：哦，兄弟，唔好嬲，係耶穌達媽媽綁㗎。媽媽綁嘅？哦，若果係佢做，咁我都無能為力啦。Baladev 退開，心裏面諗，內裏一定係有原因嘅。脫困嘅計劃。
與此同時，Krishna 正係喺度諗，佢係全知㗎，記起一段發生喺上個年代嘅逍遙時光。而家我諗起我親愛嘅奉獻者娜拉達點樣助就拉拉古貝同埋 Moneygrave。拉拉古貝同埋 Moneygrave 係 Kubera 嘅仔，Kubera 係斯威神嘅朋友，Shiva 同埋 Krishna 非常親密接近，因此當中亦都有連帶關係。神聖嘅奉獻者那拉達地位崇高，亦都係庫啤嘅朋友。有一日，那拉達見到庫啤嘅兩個仔喺湖中同一班嚟自天堂星球、驚為天人嘅年輕美女嬉戲。嗰啲少女同兩個青年赤身露體，大玩各種遊戲，例如捉迷藏等等。當娜拉達走近嘅時候，嗰啲少女十分之羞愧，即刻從水裏面走出嚟，好匆忙咁樣着翻衫，恭敬咁樣崇拜佢。然而，嗰兩個青年卻係異常頑劣，行徑依舊。佢哋因為醉酒而狂態不露，開始厚顏無恥咁樣辱罵娜拉達同埋嗰啲少女。呢個瘋子點解嚟到呢度啊？佢係笨頭笨腦，你哋呢啲假貨見到佢就通通離開個祠堂，全部興致都冇啦。兩個青年一絲不掛咁樣企喺偉大奉獻者那拉達面前，喪失咗理智同埋羞恥心，唔知道點樣尊敬長輩或者聖人。那拉達視佢哋如同枯樹，佢心諗呢啲青年同 Shiva 非常之親近，我應該好好嘅教訓佢哋。一支強力針藥，被刺插入皮膚嘅人會明白咩叫痛楚，然而未受過呢種痛苦嘅人，卻係會輕易俾到他人受苦。我哋睇見人斬斷魚頭、割破羊、牛同埋其他動物嘅喉嚨，只係為咗食佢哋嘅肉。邊個若果為呢啲鐵石心腸嘅人注入一啲良知，佢哋即可以重獲知覺，明白到我實在唔應該咁樣做。邊個若果明白自然嘅法則，就會覺悟到割傷手指嘅痛苦。其實就係嗰啲我哋曾經施加他人嘅痛苦回向翻我哋。我哋應該注意肉類呢個字嘅英語串法，meat M-E-A-T。佢包含咗食 eat E-A-T 呢個字，eat 解作嗰啲我曾經食過嘅肉，將要翻嚟食我。每種行為都有佢嘅反應。你若果係辱罵他人，你亦都會受到辱罵。你若果係打人一巴掌，他人亦都會掌摑你。受宰殺嘅動物會獲得人類嘅身體，食咗嗰啲前身殺害佢嘅人。所以我哋應該避免食肉同埋魚類。拉拉古貝同埋 Moneygrave 出身於貴族家庭，非常之漂亮同埋富有，受到良好熏陶同埋優良教育。嗰啲擁有咁多富裕嘅人，完全唔相信主，更加唔想實踐對 Krishna 嘅靈修巴贊，即係將佢哋嘅愛心獻俾 Krishna。佢哋充滿住假我，心諗。我咁靚同埋有教養，我出身貴族家庭，我係婆羅門，我非常之富有。有呢啲諗法嘅人，永遠唔能夠從事對 Krishna 嘅靈修。那拉達明白呢兩個年青人咁墮落，決定要俾到佢哋施一支針藥。你哋嘅行徑簡直如同樹木，赤身樹立，視長輩如無物。你哋嘅行徑不知所謂。應該即刻變成樹木。佢嘅說話法力無邊，拉拉古貝同埋 Moneygrave 即刻感到自己喺經歷一啲轉變，開始變成樹木。佢哋好快就明白事態嚴重，於是拜倒喺聖人那拉達嘅腳邊。哦，聖人那拉達啊，我哋從來都唔知道你嘅力量咁強大，我哋一直沉迷於假我之中。而家我哋明白到 Krishna 賜俾我哋人類身體係用嚟從事靈修，我哋咁樣先至能夠覺悟主係邊個。
我哋誤用咗時光，終日飲酒作樂，請向我哋大發慈悲。嗰個當然唔係真係要將我哋變成樹木啊嘛。那拉達講：我嘅說話一定會實現，冇人能夠令我嘅說話作廢。然而，我會盡量減輕懲罰，因為你哋而家已經覺醒到你哋曾經有幾咁愚蠢，而且你哋亦都係我朋友嘅仔。你哋一定會變成兩棵樹，但係會樹立喺 Brindavan。一段日子之後，Krishna 會誕生喺你兩個樹立嘅地方附近。佢嘅童年嘅時候會親自觸碰你哋，你哋不但只會獲得解脫，仲會成為 Krishna 嘅奉獻者。冇幾耐，兩個年青人受到安撫而平靜落嚟。Lala Kuber 同 Moneygrave 嘅解脫。Krishna 諗起聖人那拉達嘅預言，心諗我一定要實踐我奉獻者嘅期望。Krishna 就係咁奧妙，佢可以喺舉手之間達成眾多目的同埋滿足眾多慾望。Krishna 立即叫佢啲朋友將個焰幕推出去 Nanda 爸爸嘅花園嗰度，佢哋開始推佢，將佢拉向個門欄。就喺主欄外面有兩棵極為高大嘅銀杏樹，呢兩棵樹架起咗清涼嘅樹蔭，佔地極廣，數以千計嘅雀仔喺廣闊嘅枝丫上棲息。兩樹距離甚近，中間只係剩翻一條狹窄嘅通道。Krishna 爬過兩樹之間嘅狹窄通道，但係嗰個檐幕比佢寬闊，嗰班木牛童又拉又推，卻係將佢卡喺兩棵樹之間。當嗰個膜碰到樹木，兩棵樹通過嗰條繩同 Krishna 連接起嚟，就好似有股電流由 Krishna 傳去嗰個焰幕，再由焰幕傳去兩棵銀杏樹。若果邊個觸及到嗰個焰幕，亦都能夠接收到嗰股電流。當 Krishna 繼續拉扯卡喺兩棵樹之間嘅焰幕嘅時候，兩棵樹藉由那拉達嘅恩慈而降服於 Krishna 嘅拉動，喺巨響之中倒下。Krishna 嘅朋友佢哋同佢正喺度玩，拉住、叫住，好快樂咁樣開住玩笑，但係嗰啲樹卻係無啦啦冧咗。啲男仔佢哋突然間十分之驚慌，唔知發生咩事。兩棵樹冧咗之後，有兩個好靚嘅半神人出現喺 Krishna 面前，佢哋向佢頂拜，並且獻上禱文。Krishna 祝福佢哋，好讓到佢哋可以前往佢嘅永恆居所。佢哋會喺嗰度唱頌佢神奇嘅逍遙時光。佢哋繞拜 Krishna，然後前往佢哋充滿榮耀嘅目的地。Yashoda 嘅驚慌同埋震慄。整個 Braj 都被銀杏樹冧低咗嘅聲音震懾，無論身處何方，所有 Braj 居民都循住嗰個可怕嘅聲音嘅源頭走過去。與此同時，Yashoda 非常之不安，無法集中精神喺手上嘅工作。當佢聽到嗰個攝人嘅響聲，感到十分之害怕。嗰個聲音係從邊度嚟嘅呢？哦。嗰個同 Krishna 嘅位置相當接近，好接近啊！佢嘅心驚到跳出嚟，即刻走向嗰個聲音嘅源頭。Braj 所有其他居民亦都火速咁樣去到嗰個地方。當佢哋到達現場，佢哋深感慶幸同埋感激佢哋嘅幸運。嗰啲樹係喺 Krishna 嘅左右兩邊冧㗎，而唔係冧向佢嗰度。佢甚至都冇受傷，然而佢哋仍然係非常之驚。Yashoda從遠處睇見，哦，呢兩棵樹連根拔起，Krishna 喺中間。佢哋若果係冧咗喺佢身上，會有咩事發生呢？諗到呢度，佢唔敢再諗落去啦，變得完全僵硬咗，好似樹木一樣，毫無感覺，就好似枯木咁樣。冇眼淚，甚至冇呼吸，佢就好似一條柱咁樣企咗喺度。
Nanda 爸爸釋放至尊主。Nanda 爸爸正在喺 Brahmanda Ghat 嗰度沐浴，佢亦都跑過嚟睇下係咩造成嘅巨響。當佢見到 Krishna 被綁喺閻羅嘅時候，大受打擊，盛怒之下，佢將 Krishna 抱入懷中，問佢係邊個做嘅好事。與此同時，成班男仔控埋一齊，七嘴八舌咁樣嘈住講：爸爸，爸爸，爸爸！Krishna 掂咗嗰兩棵樹，佢哋就連根拔起。有兩個極為俊美嘅人，好似神明或者好似陽光咁樣，從棵大樹嗰度走出嚟。佢哋開始祈禱。Krishna 同佢哋講咗幾句說話，佢哋就繞住 Krishna 喺度行。喺佢面前直直咁樣倒地之後，朝住北方走咗啊！Nanda 爸爸唔相信佢哋，呢啲男仔係咁單純。佢諗 Krishna 點能夠拔起兩棵大樹呢？呢兩個或者係 Kamsa 派嚟殺害 Krishna 嘅惡魔。Yashoda 係幾咁無情同埋愚蠢，佢冇諗過佢嘅行徑造成嘅險況。佢突然間諗起一啲從來都冇諗過嘅事。Krishna 若果係被殺，會點樣呢？一念至此，佢亦都再冇辦法諗落去啦。嗰啲樹啱啱冧低之後，Krishna 好高興咁樣笑，但係當佢見到 Nanda 爸爸從遠處走過嚟嘅時候，就越加大聲咁樣喺度喊。當 Nanda 爸爸嚟到，Krishna 可憐係咁樣同佢講：媽媽話要打我啊！佢正喺度飲泣，邊喊邊講，仲不時長長嘅吸氣。Nanda 爸爸試住安撫佢，但係 Krishna 喊得更加厲害。Nanda 爸爸用佢嘅圍巾擦去 Krishna 嘅淚水，問佢：我親愛嘅兒子，係邊個綁住你嘅呢？但係 Krishna 冇答佢。Nanda 爸爸重複問：係邊個綁住你嘅呢？話俾我聽，無論係邊個，我都會懲罰佢。佢解開綁住 Krishna 喺研磨上面嘅繩結嘅時候，再三追問。最後 Krishna 將嘴仔靠近 Nanda 爸爸嘅耳邊，輕聲講：係媽媽綁起我㗎。Nanda 爸爸對 Krishna 嘅說話非常之震驚。你媽媽綁起你嘅？哦。我從來都唔知道佢嘅心腸竟然係咁硬㗎。佢俾咗 Krishna 一個甜波，Krishna 用手接落嚟，但卻係冇食到。佢平靜落嚟，淚水雖然未完全停止，但係已經幾乎止住咗啦。Nanda 爸爸輕撫 Krishna 嘅頭同埋身體，Krishna 顯得非常之傷心，好驚咁樣望住 Yashoda。Yashoda 仲未回過神嚟啊！佢木然呆坐，木牛姑娘佢哋圍住佢等候住，佢哋能夠明白 Yashoda 嘅心，佢哋全部都深感哀傷，幾咁渴望 Krishna 會走過嚟坐喺 Yashoda 嘅懷中。Nanda 爸爸而家睇到，亦都好傷心。佢孭起 Krishna 同埋 Baladev，Baladev 喺右邊膊頭，Krishna 就喺左邊膊頭。跟住就去 Brahmanda Ghat 去到飲拿河沐浴。佢喺河嗰度幫 Krishna 同埋 Baladev 沐浴之後，自己亦都清洗咗，咁樣就可以淨化呢件不祥嘅事件喺佢哋身上嘅霉氣。然後佢又抱起 Krishna 同埋 Baladev 放喺膊頭上面，行返去屋企。下午2點已經過咗。但係嗰日Yashoda屋企裏面冇人煮飯，邊個會煮飯呢？Yashoda同埋佢嘅朋友，佢哋如此悲傷，佢哋茫然呆望，甚至冇人想到要煮飯，唔好講話食飯啦。牛棚裏面嘅一餐飯，當媽媽 Rohini 見到 Nanda 爸爸帶住兩個男仔返嚟，佢好快咁樣去咗廚房煮咗一啲甜粥，交咗俾 Nanda 爸爸。佢餵咗嗰啲男仔，先係 Baladev，然後係 Krishna，跟住等佢哋食飽之後，佢自己亦都食咗啲。佢雖然好傷心，但係亦都食咗一啲嘢，然後走咗去屋外面。
印度嘅屋呢，尤其係有錢人嘅屋，分為兩個部分。內堂就係為婦女而設，有廚房同埋其他屋企嘅房。外圍係男士嘅範圍，就有花園、議事廳同埋曬衫房。啲衫喺呢度曬乾，以防馬騮去偷㗎。Nanda 爸爸就係走到去呢啲外院裏面。下午已經過咗，已經去到晚飯嘅時間，仍然未有人去煮飯，所以 Nanda 爸爸帶住啲男仔去到牛棚。佢喺嗰度從乳牛身上直接將啲牛奶揸入去 Krishna 同埋 Baladev 嘅口中，又俾佢哋一啲糖果。啲男仔佢哋又食又飲，直到個肚飽晒。然後 Nanda 爸爸就帶佢哋返屋企。嗰陣時，夜幕已經低垂啦。帶 Krishna 去到 Yasoda 嗰度，直到呢個時候，Yasoda 嘅所有朋友，尤其係 Rohini 同埋 Upananda 嘅妻子，都非常之擔憂。所有年紀較大嘅婦女同埋 Rohini 媽媽一齊去到 Nanda 爸爸嗰度。Baladev 同埋 Krishna 正係坐喺 Nanda 爸爸嘅懷中。嗰啲年長嘅牧牛姑娘對 Baladev 講：你比 Krishna 強壯，因為你係佢嘅兄長，佢會聽你㗎。快啲將佢帶到去 Yasoda 媽媽嗰度，坐喺佢嘅懷中啦。Baladev 去拉 Krishna，但係 Krishna 大力推開 Baladev，令到佢跌倒。Krishna 用雙臂緊纏住 Nanda 爸爸嘅頸。Rohini 講：哦，Nanda Maharaja，Krishna 嘅媽媽一啲嘢都冇食過啊，就如同石頭一般，木然咁樣靜坐喺一角。屋裏面所有牧牛姑娘都非常之傷心，佢哋亦都係靜靜咁坐喺度，唔飲唔食。我可以點做啊？Nanda 爸爸講，佢應該知道呢個係佢嬲嘅後果，佢係咁狠心啊！淚水從嗰啲年紀較大嘅牧牛姑娘奪眶而出。夠啦夠啦，你唔應該話佢狠心，你唔應該用呢啲字眼去批評佢，佢裏裏外外都係咁溫柔噶。聽到呢啲說話，Nanda Maharaj 嘅情緒更加激動。親愛嘅兒子 Lala，你會去媽媽嗰度嗎？嗯，我要同你一齊。Krishna 好可憐咁樣講，我要同爸爸一齊。然後 Rohini 就走向 Krishna，Krishna，你夜晚去邊度打發呢？你瞓喺邊度呢？我同爸爸瞓，唔同媽媽。啊，Upananda 嘅妻子講，你係可以同爸爸一齊，但係你食咩呢？邊個俾你母乳呢？我會直接從母牛嘅乳房嗰度飲奶。我爸爸會俾我牛奶，佢亦都會俾我糖果。你同邊個玩呢？我會同我哥哥同埋 Nanda 爸爸玩。你唔去你媽媽嗰度啦？啊，我永遠都唔會再去佢嗰度。Nanda 爸爸講，點解你唔去 Rohini 媽媽嗰度呢？Krishna 喊住，好嬲咁樣講，我高聲叫媽媽嚟解開我，但係佢冇啊。Rohini 媽媽亦都冇嚟。當 Rohini 聽到呢啲童言無忌，淚流滿面，溫柔咁樣講，親愛嘅兒子啊，唔好咁狠心啦，你媽媽為咗你喺度喊啊。Krishna 熱淚盈眶，聽到之後而轉頭睇住爸爸個塊面，爸爸嘅雙眼亦都開始淚如泉湧。我嘅愛兒啊，我係咪應該掌摑你嘅媽媽呢？Nanda 爸爸問 Krishna，舉起隻手作勢要打啦。Krishna 無法忍受，佢緊緊捉住爸爸隻手。呢個時候，Nanda 爸爸諗起咗 Yasoda 心中嘅斷腸之痛。然後 Rohini 就對 Krishna 講：如果你媽媽，佢停咗落嚟，喺頭上面打咗一個手勢，意思係如果佢死咗呢？哦，見到咁樣，Krishna 非常之擔憂，開始放聲大喊：哦，媽媽，媽媽！佢從佢爸爸懷中跳咗落嚟，向住媽媽嗰度直跑，
雙手伸開要坐喺佢嘅懷中。Rohini 媽媽喺度喊住，抱起 Krishna， 佢亦都喊住。佢即刻將佢帶到婦女嘅內堂，將佢放喺媽媽 Yasoda 嘅懷中。之前，媽媽 Yasoda 就好似石像一般毫無知覺，但係當 Rohini 將 Krishna 放喺佢懷中，佢又恢復返生氣，十分之欣慰。我親愛嘅兒子，我親愛嘅兒子啊！佢喊個不停，佢嘅心已經融化咗，一邊顫抖，一邊用佢嘅頭紗冚好 Krishna， 好似一頭雌鱷咁樣飲入。Krishna 開始安慰佢：媽媽，媽媽，媽媽。呢個時候，Rohini 媽媽同埋其他所有牧牛姑娘都聚集喺嗰個地方，開始飲泣同埋放聲大喊。Yasoda 喊住 ，Krishna 喊住，Rohini 喊住，所有牧牛姑娘都喊住。廳堂裏面，Nanda 爸爸亦都喊住，所有嘅人都喊住，整個地方都洋溢住濃烈嘅父母愛意同埋情感。一段時間之後，Yasoda 平靜落嚟，將胸部餵俾 Krishna。與此同時，有啲食物亦都預備好啦。好快就請 Nanda 爸爸嚟榮耀際遇。佢同 Krishna 同埋 Baladev 坐埋喺一齊，一左一右。Nanda 爸爸講：Krishna， 去叫你媽媽嚟。佢若果唔嚟，我一啲都唔食。Yasoda 感到非常之慚愧尷尬，佢唔想過去，但係 Krishna 拉扯住佢嘅頭紗，佢無法抵得過，被帶到去 Nanda 爸爸嗰度。Nanda 爸爸榮耀過際遇之後，俾咗 Krishna 同埋 Baladev 一啲，亦都留低咗一啲剩翻嚟分俾屋裏面每個人。Krishna 而家坐喺 Yasoda 嘅懷中，當晚佢安靜咁樣同 Yasoda 一齊瞓。Krishna， 至尊人格守神，上演咁多甜美嘅逍遙時光，點解呢？為咗要更新深愛佢嘅人嘅愛意同埋情感。